四邊31、25節讓987滅強甲滅本呢個心，攏做人希望在上帝裡面，每人嘅盼望並在上帝裡面，佢987呢心並強並本來行呢個社會嘅日子，但係呢，因為有上帝大家同在。書面記31:8咁樣講到，因為到上帝嘅誕生，行在呢個面前，甲伊嘅誕生，甲伊同在，佢唔係表現你，唔係講冇才你，呢個心唔好驚，呢個心唔好灰心，嗱係講即係依靠上帝，依靠主，行呢個社會，佢987唔好灰心。唔好貪心，唔好冷淡嘅心，也心變強變本來，因為到佢大家同在，佢肯帶你行在你面前，給你祝福你嘅路途，帶你去得勝嘅路，帶你去勝利嘅路。這樣人是家係講社會裏啲，是家係依靠佢盼望，並在上帝嘅去，佢為大家同在，肯帶是家祝福是家。第一要平安，第二要健康，第三要甜嘅心，第四要勝利嘅路。阿門。